办起家业厝，其他官司事到律夫，莫该累贪心，莫该赌上心，两公婆日日擦到后背，为事拄了唔愿认罪，hand上拖到解散结婚，电台线总有做受伤，统统冒出。安多 cash 控告在先，司法后公正，该过做监视天，何嘛通到笑唔出，日夜拄面。迄讲该过错监以后，自家衰也见彩后头，两人从此一切甘来。